真係估唔到，有一日我行入聖安娜餅屋，陣味竟然唔係我聞慣咗嗰種甜依依海麵包味或者牛油蛋糕味，而係一陣好熟食、好有鑊氣海蒜蓉炒菜心味。你冇聽錯，我都冇睇錯，呢間喺香港開咗幾十年，周圍都係蟹連鎖麵包巨頭聖安娜，竟然開始賣起兩細飯入面最經典蟹蒜蓉炒菜心，仲有肉餅同埋咖喱雞。呢件事聽落去好似好荒謬，好似係平行時空咁，但係事實就係擺喺眼前。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簡單蟹商業決定，而係一個時代蟹縮影，係一個連鎖巨頭喺呢個模範時代入面不得不跪低求生存，蟹中棘體現。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點解連賣麵包蟹都要去炒菜？點解兩細飯可以統治全港？呢個現象背後到底反映咗香港經濟同埋我哋生活方式發生咗乜嘢翻天覆地蟹變化？講起聖安娜餅屋，大家腦入面浮現蟹係乜嘢？係嗰啲2026年初仲賣緊蟹10幾蚊一個蟹腸仔包，定係每年中秋節賣到囤貨蟹月餅？聖安娜屬於利豐集團旗下，係一間非常有規模、管理非常系統化蟹連鎖店。但係而家喺呢啲咁群整、咁高檔蟹鋪面入面，竟然出現咗一盤盤熱騰騰蟹中式小菜，呢種反差感就好似你去睇一場交響樂演奏會。點知個指揮突然間拎支咪出嚟唱倒轉地球一樣咁震撼，呢種跨界反映咗一個好殘酷蟹現實。以前嗰套麵包配西餅蟹方程式，喺2026年蟹今日已經行唔通啦。點解行唔通？我哋可以由數據同埋深火甲去睇，喺過去嗰幾年，即係2023年、2024年到2025年一段時間，香港人蟹消費習慣發生咗極大蟹改變。以前大家返工晏晝可能去茶餐廳食個50幾蚊、60幾蚊蟹特餐，或者去快餐店食個膏豬扒飯。但係隨住物價飛漲，而家喺中環、喺粵裕用呢啲地方，求其一個午餐都要70-80蚊。加上近年大家開始講北上消費，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成千上萬蟹人湧去深圳食海底撈、食酸菜魚，導致本地零售同飲食業蟹賣力大到爆棚。聖安娜呢啲大集團，佢哋有最精準海大數據，佢哋見到人流喺度跌，見到買西餅海人少咗，見到大家對淨餐海要求變得越嚟越性價比導線，於是佢哋就不得不變陣。你試諗下，聖安娜原本喺生產線係整麵包、整蛋糕，佢哋有中央工廠，有完善蟹物流，但係賣兩細飯係另一回事。你要有路頭，要有師傅，要有保溫設備。聖安娜願意人錢去改裝鋪位，去賣嗰啲30幾40蚊蟹菜心同肉餅，呢個舉動本身就係一種跪低。佢哋承認咗，單靠麵包已經撐唔起嗰份貴做。而家喺香港租金依然係咁硬淨，就算個市幾唔好，地產商都係要收你咁多錢。聖安娜呢種大財團都要放下身段去同街邊蟹兩細飯店爭生意，你就可以想象到傳統零售業喺生存空間已經被扼殺到一個乜嘢程度。講到兩細飯呢樣嘢，真係香港呢幾年喺奇蹟。由2020年開始，因為疫情喺關係，大家唔可以堂食，兩細飯開始大行其道。當時大家以為等疫情過去，大家可以坐低慢慢食蟹時候，兩細飯就會消失。點知2026年啦，兩細飯不但冇消失，反而越開越多，甚至連聖安娜，甚至係一啲高級酒店、大型超市都紛紛加入戰團。呢個現象，我稱之為兩細飯統治時代。點解兩細飯可以咁頑長？最直接係原因，當然係因為窮。呢度講蟹窮唔一定係指冇錢食飯，而係大家對未來蟹不確定感增加咗。喺2026年初，全球經濟環境仲係咁撲朔迷離，加息壓力、裁員潮，加上香港股市蟹波動，令到好多中產階層都開始縮數。以前食一餐晏晝飯可以用100蚊，而家覺得40零蚊食得飽，有菜有肉就已經好滿足。兩細飯提供咗一種廉價蟹選擇權，你可以喺10幾20款嘢入面揀兩樣，有魚有肉有菜。比起快餐店嗰幾款10年如一日蟹餐牌，兩細飯蟹多樣性反而更高。而且兩細飯蟹質素喺呢幾年係有忽略性蟹進步。以前我哋講兩細飯係窮人煙物，係喺深水埗、大角咀呢啲舊區先至會見到，但係而家喺金鐘、喺中環呢啲商業係亨斥，你都會見到成班着住西裝、打住tie蟹中環精英排長龍等緊個盒高撈肉配西蘭花。呢種景象喺10年前係絕對想象唔到。蟹兩細飯已經由一種基層食物變成咗一種全民運動。而家蟹兩細飯店唔單止要平，仲要好食。有啲店鋪會請以前酒樓蟹大廚返嚟坐鎮，
標榜即叫即炒，甚至仲有鮑魚、龍蝦呢啲高檔食材。當兩洗飯做得好食過茶餐廳，仲要平一板蟹時候，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反嚟講，聖安娜佢哋賣蒜蓉炒菜心，其實係一種好聰明蟹流量生意。你諗下，一個家庭主婦或者一個返環工好攰蟹打工仔入去聖安娜，原本係想買聽朝食蟹早餐麵包，但係佢見到隔籬有得賣熱辣辣蟹兩洗飯，只要40幾蚊，佢就唔使返屋企自己洗菜、自己切肉、自己開火炒。賣完飯，順手再買埋袋麵包，呢種一站式蟹消費體驗，正係大型連鎖店最想做到蟹爺。聖安娜利用自己遍佈全港蟹分店網絡，將自己變成咗一個小型蟹街市或者食堂。佢唔再只係一間餅屋，佢係一個社區生活補給站。但係呢個轉變背後，隱藏住一個好令人感嘆蟹信息。香港一向係美食天堂，我哋以前引以為傲海係精緻海粵菜，係充滿特色海茶餐廳文化，係多元化海國際美食。但係而家成個城市好似變得越嚟越單一化。當你行喺街上，左邊係兩市飯，右邊又係兩市飯，連賣麵包蟹聖安娜都賣埋兩市飯蟹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反思下香港蟹餐飲文化到底發生咗乜嘢事？茶餐廳以前係香港人海飯堂，但係而家茶餐廳海草徑最尷尬。茶餐廳要俾租金，要請好多侍應，要應付複雜海餐牌，成本極高。面對兩洗番蟹衝擊，茶餐廳根本冇力還手。如果你係一個老闆，你發現請一個大廚炒兩洗飯，比起請幾個侍應、幾個洗碗、幾個水把要划算得多喺時候，你會點揀？所以我哋見到好多茶餐廳都開始轉型，甚至直接執笠，變成兩洗飯店。呢種劣幣驅逐良幣蟹現象，令到香港蟹飲食選擇變得越嚟越貧乏。雖然兩洗飯好食，但係如果成個香港值得返兩洗飯，咁我哋仲係唔係以前嗰個五光十色蟹香港？聖安娜蟹呢個舉動，亦都反映咗大集團對香港零售市場蟹悲觀預期。佢哋唔再追求溢價，唔再追求品牌蟹高大上，而係追求最實際蟹線堅力。只要有人買，只要能賺錢，買乜嘢都冇所謂。呢種生存主義蟹哲學已經成為咗2026年初香港商業社會蟹主流。大家唔再講乜嘢宏大蟹遠景，只係想點樣可以喺呢份高昂蟹租金下面生存多1個月。大家有冇諗過，點解蒜蓉炒菜心呢樣咁平凡蟹菜式會成為聖安娜蟹秘密武器？因為菜心係香港人蟹靈魂。無論你係住喺半山蟹富豪，定係住喺頹房蟹基層，你餐飯點都要有一碟青菜。而蒜蓉炒菜心最能體現出家海味道。聖安娜賣海唔係美食，係一種便利，係一種對繁忙打工仔海心理補償。當你工作咗12個鐘頭，身心疲累，你唔想再去諗食乜嘢，你只係想食一啖熱飯，一條脆辣蟹菜心。呢種心理需求俾大集團名銳咁捉摸到咗。我仲記得喺2010幾年喺時候，香港蟹連鎖麵包店係喺度鬥裝修、鬥身影。當時流行蟹係日式麵包、歐式硬包，大家追求蟹係精緻蟹生活品味。但係短短10幾年間，由2016年到2026年，我哋蟹追求竟然由精緻蟹法式蛋糕變返做最基本蟹蒜蓉炒菜心。呢種口味上蟹為貴，其實係生活壓力下蟹退縮。當生活已經咁辛苦，大家已經冇心機再去追求嗰啲虛無縹緲蟹儀式感，大家只想要最直接、最實惠蟹飽腹感。呢個兩洗飯統治時代仲會持續幾耐？冇人知。但係我可以肯定蟹係聖安娜絕對唔會係最後一間跪低蟹連鎖巨頭。可能聽日你就會見到連鎖咖啡店 Starbucks 賣皮蛋瘦肉粥，或者見到萬寧賣即食濾水雞翼。呢個聽落去好似笑話，但係喺呢個魔幻蟹時代，乜嘢都有係能發生。商業競爭蟹終點，往往就係返去最原始、最剛性蟹需求。其實兩洗飯蟹興起亦都揭示咗一個社會結構蟹轉變。以前香港係一個簡滿型社會，中產階級好龐大，佢哋係消費蟹主力。但係而家社會好似變成咗亞齡型，一邊係極少數蟹富豪，另一邊係基層同埋向下流動中蟹前中產。呢群人對價格極度敏感，佢哋追求蟹係極致蟹係加比。聖安娜轉型賣飯，正係為咗捉住呢群人。呢個係一種生存本能，亦都係一種時代蟹悲哀。當一間大企業要靠賣炒菜嚟維持利潤蟹時候，你就知道呢個市場已經勘察到一個點。講到呢度，我諗起咗以前香港蟹大排檔。大排檔曾經係香港最繁榮、最有人情味蟹地方，大家圍埋一齊食住鑊氣小炒，大聲講大聲笑。兩樹飯雖然都有鑊氣，
但係佢缺少咗嗰種人情味，大家排隊俾錢，拎返走人，整個過程好似工廠流水線咁。聖安娜加入呢個戰團，更係將呢種工業化食販推向咗極致。喺2026年喺香港，我哋食蟹唔再係情懷，而係一種生存燃料。我有個朋友，佢係一個喺中環返工蟹專業人士，佢今年40歲，佢同我講，以前佢最中意去食個 fine dining， 或者去一間有格調蟹餐廳飲杯酒。但係自從2024年佢間公司裁員，佢雖然保住咗份工，但係花紅減咗大半。佢而家最中意蟹，竟然係去換邊間兩死飯，有時椒炒岑。佢話當你發現30幾蚊可以食到咁豐富蟹時候，你就會覺得以前嗰啲幾百蚊一餐蟹飯簡直係膠質生碎。呢種觀念蟹轉變係成個社會蟹集體共識。所以聖安娜賣蒜蓉炒菜心呢件事一啲都唔簡單，佢係大集團對現實蟹投降，係對消費降級蟹無奈妥協。佢亦都話俾我哋聽，無論你以前幾咁輝煌，無論你係咪連署巨頭，如果你唔能夠適應呢個魔幻時代蟹遊戲規則，你就會被淘汰。生存先係2026年香港商業社會唯一蟹真理。大家有冇諗過未來喺香港街道會變成點？會唔會有一日我哋行入戲院，聞到蟹唔係爆谷味，而係咖喱牛腩味？或者我哋去名牌店買手袋，個店員會問你要唔要加涼，問要多過細？呢啲聽落去好似好誇張，但係當聖安娜都開始炒菜蟹時候，呢個世界已經冇乜嘢係冇可能係。聖安娜呢件事亦都反映咗香港品牌蟹本土化困境。以前香港品牌係想走向國際，想去內地發展，想去東南亞擴張，但係而家大家蟹目光都收窄返去香港本土，甚至係收窄到返去一個飯盒入面。呢種向內轉蟹趨勢令到競爭變得異常激烈。當大家都喺同一個兩細飯蟹祠堂入面爭食蟹時候，最後贏蟹未必係最好食嗰間，而係成本控制得最好、最能夠跪低嗰間。我唔係想批評聖安娜，相反，我覺得佢哋蟹慣里程好有勇氣。喺呢個時候，面子已經唔值錢，生存先係最緊要。佢哋願意放下高級定屋蟹包袱，去買最貼地蟹小菜。呢種零負星其實好香港。香港人一直以來最引以為傲蟹，不外乎就係走位快、變通快。聖安娜只不過係將呢種香港精神，用一種比較魔幻蟹方式表現咗出嚟。不過，作為一個土生土長蟹香港人，睇到呢種景象，心入面始終有一種講唔出蟹酸楚。我哋曾經係一個充滿創造力、充滿無限可能蟹城市，而家我哋最叻蟹竟然係將兩細飯做得出神入化。我哋蟹零售巨頭竟然要靠賣蒜蓉炒菜心嚟救命，呢個到底係兩細飯蟹輝煌，定係香港經濟蟹黃昏？或者呢個就係2026年蟹神海帶？大家唔好再懷念以前嗰個高消費、高增長蟹時代，而係要學識點樣喺呢個兩細飯同志蟹模範時代入面，得到自己蟹生存空間。聖安娜已經話咗俾我哋聽，連大財團都要跪低求全，我哋呢啲小市民更加要學識靈活變通。下次你行入聖安娜，見到個碟蒜蓉炒菜心，唔好再覺得奇怪，你可以買一份試下，感受下呢份跪低背後蟹心酸同埋努力。呢碟菜心食落去唔單止有蒜蓉味，仲有呢個時代蟹苦澀味，同埋香港人嗰種打不死蟹求生味道。喺呢個兩細飯同志蟹時代，每一個人、每一間公司都係喺度掙扎求存。聖安娜蟹轉型只係呢場大戲蟹其中嘅終結，未來肯定仲會有更多令你跌碎眼鏡蟹事情發生。或者有一日，當我哋回望2026年，我哋會發現呢碟蒜蓉炒菜心竟然係我哋呢個時代最真實、最深刻蟹記號。聖安娜蟹蒜蓉炒菜心其實亦都係一種對標準化蟹挑戰。麵包可以吉針款生產，但係炒菜呢？每一鑊菜蟹火候、鹹淡、色值都考驗住嗰間鋪頭蟹誠意。如果聖安娜可以將兩洗飯做得好似佢哋蟹麵包咁穩定，咁佢哋就真係贏咗。但係如果只係為咗做而做，純粹想掠多分錢，咁消費者好快就會識破。喺量子飯呢個戰場，消費者係最精明蟹，你噏到佢一次，噏唔到佢第二次。我亦都觀察到一個現象，就係兩洗飯蟹興起，帶動咗一啲相關行業蟹發展，例如嗰啲外賣飯盒蟹生產商、一七成餐絕蟹批發商，甚至係死換工蟹需求。聖安娜加入之後，呢啲需求只會更大。呢種兩時飯經濟圈已經成為咗香港目前唯一仲喺度增長蟹細分市場。呢個係好諷刺蟹，當高科技金融、地產都喺度騰仔不前蟹時候，救起香港零售業蟹，竟然係最原始蟹食飯問題。呢件事亦都令我諗起以前我哋成日講核心競爭力，
聖安娜蟹核心競爭力原本係烘焙，但係而家佢要跨界去搞餐飲，呢種核心競爭力蟹位移其實係好危險蟹，如果搞得唔好，可能會兩頭唔到岸，既失咗原本買麵包蟹客，又爭唔贏嗰啲專業蟹兩細飯店。但係聖安娜似乎已經冇得揀，喺生存面前，核心競爭力都要讓路。大家可能會有疑問，點解唔係轉型賣其他嘢？點解一定要賣兩細飯？因為兩細飯係目前香港唯一一個剛需而且高頻蟹消費。你可能一個月先買一次蛋糕，但你每日都要食晏晝飯同晚飯。兩細飯蟹專手率高，線煎流快，對於需要支撐龐大開支蟹大集團嚟講，係最完美蟹補血劑。聖安娜選擇蒜蓉炒菜心，係因為呢樣嘢成本最低、受眾最廣、最容易規模化。講到底，呢個係一個墨色主義抬頭蟹時代。大家唔好再同我講乜嘢品牌定位，乜嘢市場細分，而家大家只係講緊生存。聖安娜賣飯係佢哋對呢個時代最真誠蟹回應，佢哋冇選擇坐以待斃，而係選擇咗一條最辛苦，但係最有可能會落去蟹路。呢種勇氣其實值得我哋俾啲掌聲，但係我亦都好希望兩細飯唔係香港飲食文化蟹終點。我希望有一日當經濟轉好，大家蟹口袋又變得豐盈蟹時候，聖安娜可以重新將精力放返喺佢哋蟹精緻麵包同蛋糕上面。好希望香港蟹雞度除咗酸蓉味同咕嚕肉味，仲可以有更多元化、更豐富蟹香氣。喺2026年蟹今日，我哋正處於一個歷史蟹轉折點。聖安娜賣炒菜只係一個小小蟹火花，但佢點燃咗我哋對呢個城市未來蟹思考。我哋係咪已經習慣咗呢種兩歲飯式蟹生活？我哋係咪已經滿足於呢種廉價海幸福？每當夜深人靜，行過嗰啲已經收咗鋪海聖安娜，見到入面啲蒸盤洗得乾乾淨淨，我就會喺度諗，呢個城市蟹未來係咪都要靠呢一盤盤海小菜嚟撐起？如果係海話，咁我哋就要將呢盤小菜做到最好，無論係炒菜心定係蒸肉餅，都要做到有尊嚴有品質。聖安娜並屋賣蒜蓉炒菜心。呢件事會成為香港商業史上一個好有趣海案例。佢話俾後人聽，喺2026年，香港曾經經歷過一個咁魔幻、咁瘋狂，但又咁真實海時代。嗰個時代，我哋叫做兩細飯時代。而聖安娜就係呢個時代入面最令人躍上寶彩絕角。當連鎖巨頭都選擇跪低蟹時候，我哋每日個普通人更加要挺直腰骨。生活雖然辛苦，飯盒雖然平，但係我哋蟹志氣唔可以平。食完嗰盒30幾蚊蟹兩細飯，記得要繼續努力，為咗嗰個可以隨意食 fine dining，唔使再為咗慳幾蚊而排長龍，喺未來而奮鬥。呢個模範時代總會過去，但係聖安娜嗰陣蒜蓉味可能會留喺我哋蟹記憶入面好耐好耐。呢陣味係生存蟹味道，係香港人永不言敗蟹味道，亦都係呢個時代最真實蟹寫照。下次你經過聖安娜，不妨入去睇下，唔係睇佢啲包，係睇下嗰盤菜心，睇下呢個城市蟹生命力到底係點樣喺最卑微蟹地方頑強咁生長出嚟。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兩細飯統治全港並唔係一件壞事，佢令我哋學識咗珍惜，學識咗乜嘢先係生活太本質。當聖安娜都開始炒菜心喺時候，我哋就應該明白，冇乜嘢係放唔低蟹，冇乜嘢係唔可以改變蟹，只要行變就有希望。呢個就係聖安娜賣蒜蓉炒菜心帶俾我哋最大蟹態事。喺呢個魔幻蟹時代，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罰到屬於自己嗰罰熱騰騰飽肚油窩心蟹兩細飯。我哋要記住，2026年喺香港係一個兩細飯蟹時代，亦都係一個充滿韌性蟹時代。聖安娜喺轉型，只係呢場大變故入面喺冰山一角。未來當我哋再睇起聖安娜呢個名海時候，我哋諗起海，可能唔單止係佢海蛋糕，仲有嗰碟喺最艱難海日子入面陪住我哋過到海蒜蓉炒菜心。呢種記憶雖然平凡，但係絕對深刻。呢個就係聖安娜連鎖巨頭兩細飯同埋呢個模範時代蟹全部故事，一個關於生存、關於轉型、關於一個城市點樣喺變局中出到新路向蟹故事。雖然聽落去有啲荒誕，但呢個就係我哋史史在擠生活緊喺香港。2026故事仲喺度繼續，兩細飯蟹傳奇亦都仲喺度上演。你可能仲會問，聖安娜之後下一個會係邊個？係大快活定係美心，定係嗰啲連鎖藥房？其實邊個都唔重要，重要係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去迎接一個更加務實、更加地氣蟹未來？聖安娜已經帶咗個頭，話俾大家聽，只要能生存，賣蒜蓉炒菜心又有乜嘢所謂？呢種發達或者就係香港人可以喺每一次危機中都站得返起身係原因。